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嗨安，欢迎来到实习日志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吃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零食，噔噔，就这些。好，那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吃过吧？这个葱蓉香巧克力。有啊，我跟我弟还会吃。对啊，这个这个不错。然后还有这个巧克力酱，超好吃。这超好吃的哎！小时候我们幼稚园老师就奖励这个给我们。对，然后还有像什么这个木瓜丝，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还会玩这个。对，这个是抽抽乐。小时候的童年。对，这是我们的童年。嘿。我没有玩过哎。你这还没童年，你没玩过这个？我只有玩过抽抽乐，那种抽就有。他玩的是那种搓的搓乐，我们这是抽乐，对，不一样。OK， 好，反正这个也很好玩的，我小时候很喜欢玩，对，就都会朝我爸带我去买，尤其是过年的时候。好，那我们来吃第一样，你要先吃什么？给你们选好了。你要先吃这个，好，这个也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大家先来，我们大家就一人先拿个一片。开吃。这东西啊，它其实就是鱼浆啊，它不晓得为什么就可以做的很好吃。还蛮好硬的。就是传统的就是硬硬的啊，而且跟我吃过的大青不一样。没有，那是有加糖什么的，加糖那个还有它很多种口味啊，它有白色的啊，红色的，有辣的，有甜的，它就是比较没有调味的，对。是蛮像红包的。大家不讲一下感想吗？有点蛮硬的。很硬，很好吃的。对，那昨天我们去外面拍片，然后有我们的摄影师啊，他就一直拿着某包零食，对，可能就长得像这个，然后我要把它拿走，他就一直死命的夹在他腋下，对，我不知道是谁，那是你吗？是啊。那是你啊，感谢。然后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去古早味的杂货店找来的，对，因为现在杂货店比较少见。对，现在基本上没有杂货店了。他们刚刚里面有谁会做杂货店？这还真棒，对啊，真棒，对啊。那间糖果店叫静心水果行，静心水果行，不，静心糖果行啊，水果。对，它有卖水果。真的，好，那我们来吃第二样，对，整人糖，酸酸的那个整人糖，小时候很喜欢拿这个去骗同学，说给你一颗，吃下去就开始骂脏话，太酸了。好，噔，掉下去了，我俩在干嘛？好，你要先挑战吗？道歉。我先看它口味。它有2种包装。请不要拿你的食物当背景。它有2种包装，然后在里面是这样。我要先吃红色的。红色也是。这它是有分甜的吗？还是都是？它的脸没有很那个，好受不了，我很怕。其实还好。对，再给我一下水。有没有滑的？试试看，好好吃。爱穿了。最后这个看看。口水一直流可是其实往好处想，有时候如果你口渴吃一颗这个，你都不用喝水，因为口水一直流。我觉得还好。还没。你要中间点。那不是甜的吗？是吗？我已经忘记了。真假的？你没有。你要吃哦。好，你好没有。不是，很酸红色的。我喜欢红色的肉。真的蛮好吃的。你不要借此拖延时间，开始。我知道还是。我已经舔到甜的了。我也舔到甜的。我还没舔到甜的。我舔到了。很好看。这包多少钱？10块。很便宜啊，这个10块而已啊，这10块。1000。自然语的物价比较贵。那你可能卖20块。还要过海啊？对，要算那个船运费。听说那里有没有那个？因为我比较个人就是喜欢吃酸，所以我就还好。我是喜欢吃酸的，但是这种糖果的酸真的是。可是我觉得它分的包装，因为我不知道红色的，但是绿色的它有点像是柠檬汁的那种东西。对。红色是草莓的，很酸的那种草莓的味道。好，再来，我们要吃木瓜丝跟这个是七珍梅，这就是那种鲜渣梅啊，那种梅子很好吃。对，拿。这种我比较喜欢那种梅花型的那种，对，扁扁的，像中药的那种。这我第一次吃。那好硬哦。我妈有说坐船吃这个不会晕，还真的不会晕。对，坐船吃那种鲜渣啊、梅子这些东西，好像是不会晕的。没有，坐车也不一样。算是晕车药的概念吗？对，就鲜渣好像就是晕车药概念。反正什么都不晕。反正为什么都不会晕？坐车晕船很可怕。你们只是还没遇过蓝雨的海。
这个跟我小时候吃的好像不太一样。好硬，对不起，像白板子。哎，说它这个是真的木瓜去，有可能是假的木瓜，你不我知道。是忘记了，然后去变上面干之类的。我看一下，它是木瓜，好，它是木瓜。感谢。它是应该是就是把木瓜，就像你讲的，木瓜是很干的。它吃起来有点像什么？它吃起来有点像干燥香菇，但是很酸，它偏软的，因为我以为它会再更硬一点。大一点的。然后它这个吃起来是很像那种对，甜甜然后没有酸酸的吗？很像红喜菇。啊？对，有个香菇味。哪有？有啊，有啊。感谢。对，然后这个鲜渣我是觉得跟我以前吃的不太一样。对，而且有点硬，但是还不错吃啊。所以这个是多少钱？价钱60块啊，它也是就是10块可以到手的东西。很便宜啊。你说买一瓶可能就可以吃很久。 10块解冰药。那如果是我的话，一口可能就没了。接下来是这个冲锋枪巧克力，这样啊，好痛！真尴尬。然后还有这个巧克力酱啊，他们说这个你们是不喜欢，我觉得太甜了。太甜。然后那这个我自己吃啊，大家一起吃这个，这个是冲锋枪巧克力。好，来吧，来一人一个，然后可以再吃。这其实它做的有点像那个 FM 巧克力，它可以是盗版的 FM 巧克力，那讲好了，对，平价版。我弟都不吃这个。它味道其实跟 FM 巧克力差不多。你要讲违心的话吗？我觉得差不多，没有超差的。它比较甜一点，我就看这个，跟 M 比的。它比较就是甜一点。因为它里面包的巧克力比较像是那种葡萄味的，对对对巧克力的味道。就是那种牛奶加比较多的那种，很好吃。好，那我来独享这个巧克力酱。那你要吃完糖尿病，它也就是挤牙膏的概念，然后就是会快到手了，一直流。不是要沾挤吗？对啊，是很均匀。谢谢。好，那反正这个就我自己吃，我就直接吃了。对，就以前小孩子啊，他吃的好讨厌。然后这巧克力酱是快点填它出来，快点！哎呀，好，赶快改，赶快改。有点沙沙的，它是回忆中的味道吗？对，好像不是，好像不是。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吃的不是这个味道，是花甜的味道。太超级甜，太甜了。对，可能以前的那个成分跟现在成分不一样。好，最后一样是这个西西乐，然后这个也像西西乐。对，没有啦，这大家应该会有吃过，就是它就是水果口味的，然后就含着，然后就慢慢推，你就可以把里面那个糖果吃出来。我觉得很咬吸管，对对对包装是这样。然后这是葡萄，我喜欢吃葡萄，我要先吃葡萄。有人先选吧，嗯，就一直咬就有了。它就有点像以前我们在吃那个果冻，有没有？对，有点固体版。味道很奇怪。我有啊，那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小时候超爱吃这个人，但是男生的癖好比较不一样，吃完就变这样扁扁的。在场女性露出很尴尬的表情。为什么？不好吃吗？不喜欢，你没吃过这个？我吃过，对吧？我吃过。然后味道很好吃。这个可能就是以前的味道都跟现在变了。这样子。这样，你吃完长这样。啊。哎，好像突然间变得有点甜哎，然后那味道不太够。摄影师要哪一个？我不要。你不要，还有3个哎，要吗？真要吗？真想要吗？那我要都吃了哦。好。虽然说它跟我以前小时候吃的味道不太一样，但是吃起来还是蛮有那个小时候的感觉，就吃一个童年啊。对，并不是有时候吃这些东西并不是因为它多好吃，而是就是它也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回忆。好，那我们先让逸轩来排一下今天的所有东西的排名。所有啊。哎，第一名就是这个，然后第2名因为我喜欢吃酸的，所以是这个整糖果。第3的话应该是这个，评价里面对对对对，4，然后4是木瓜丝，对对对，然后5这没有名次，这没有名次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然后6跟没有名，最后这个有个没吃过，所以你在排什么名？好 OK， 那换抱歉，我自想排前3。好，你先排前3。第1名就这个，第2名的话这个，但我觉得这虽然很酸，但是体验还是蛮好吃的。然后第3名这个，我喜欢蜜饯那个。这个是不是还不错？对，好，那换之前好了。哇，对，第1也是这个，不要吃太快。然后2，然后这是3，这是最后。那直接排最后。所以你们就觉得这口感不好？不喜欢。好，然
然后我排名，我第1名也是他手上这个东西，对，这个真的很好吃 MVP 对 MVP 真的 MVP。然后第2名可能是这个，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鲜渣类的东西，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这样子。然后因为它咬下去有那种冰冰的感觉，对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口感？对，就是吃到好酸的。好，然后第3名有点难的，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啦。对，虽然说它味道跟之前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我个人是蛮喜欢。但我又想要选这个，所以就排同1名。对，所以我的第1名，然后第2名，然后这2个并列第3。对，好，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对谢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说这么多，7号，没有。 7号是什么？草莓巧克力，草莓巧克力一个。